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登辉，南港刘德华。伫咧即届无做推灯内底，我演的是杨明德大人啊，冤枉，痛苦，当然嘛痛苦，一定是满的嘛，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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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？啊无爱啊吼，安尼好无了，痛苦就痛苦。迄个律师李正成伊甲我救啊，叫我救足久的，到含万，唔是啊，多谢真多谢啦。我一开始真正有，因为我相信我是自首的，你知无？只要我自首，只要我老实讲，司法会还我一个清白，所以我的希望嘛是足大的，满的。我一开始感觉我会用判无罪的机会喎，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。因为迄一支面时阵，就发生一寡足奇怪的代志。这个社会吼，有足侪物件，毋是你目睭看到，甲你耳孔听到就准啊。你有当时咱看新闻，咱看到足侪标题嘛，啊标题害人呢。所以咱爱无罪推定，玉帝乡情，请逐礼拜日暗时8点准时收看公视第2台无罪推定。